文化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文化部伫今年推出为台湾关系世界博览会的交流计划。这届呢，嘛特别甲台湾的民间品牌来合作，要伫日本来办4天的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，要甲台湾的饮食，亲像大饼，也是卤肉饭等等，也阁有工艺力量，甚至是原住民的文化来呈现伫国际舞台。 无论是梅啊、红啊，甚至是环保袋啊，拢会当看到台湾的元素。这毋若是台湾设计、台湾制造，阁要含咱的文化国家队做伙去日本办的世界博览会。文化部今年特别和民间团体做伙合作，用台日清风做主题，甲台湾传统的食食文化，亲像大饼、卤肉饭、水果米露，也阁有在地文创商品含原住民文化，总共上百个台湾在地品牌，要到日本办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。台湾被看到的其中最重要的，除了大家都已经看到的科技啊，或者是我们的经济，还有各种生态。其中，我觉得最近一直被看到就是文化。文化部长表示，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特别甲活动对2天延长到4天，要让日本民众会使深度体验台湾的文化。另外，外交部表示，台日合作的文化外交已经伫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。这届活动唔但要让国际感受台湾文化的魅力，嘛要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这个文化的力量能够跨越语言跟国界，那么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多元、开放以及独特的魅力。文化外交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那当然也是展现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关键。外交部指出，这摆台湾去参加世界博览会，唔但通增加台日的文化交流，嘛展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。另外，文化部嘛希望透过这届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，嘛通提升台湾品牌伫国际能见度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